南投一个7个月大的查某婴仔，阿嬷来饲伊食饼去见着，安尼慢的面色反白，到底要袂喘气咯。爸爸妈妈赶紧卡119来化救人。消防人员透过电话指导这对爸仔母先帮囡仔处理，随后救护车到位，快速把囡仔送病院。这过程真紧张。拍5下之后转正面，胸口2只手指头压5下。7个月大的查某婴仔疑似去有物件踢伫气管的，消防人员透过电话伫线上指导，赶紧急救，救护车同时出动。背面5下，正面压5下，重复这样一直做，我马上到。麻烦请救方赶快下楼。救护车几分钟了后就赶到位啊！这查某婴仔这时阵一直丢一直喘，爸母真紧张。先不要紧张，先通，可以吗 ？OK。查某婴仔呼吸都有通顺啊，不过也是有咧丢的情形。消防队员赶紧把婴仔抱过来，该挂上手，紧急送病院。就是他在哭的时候，阿嬷原本要拿饼干，可能想安抚他，可是发现他脸色很怪，然后有点就是呼吸不过来。因为婴仔一开始出来就气喘袂起来症状，面色拢翻白，消防人员线上指导爸母，赶紧帮伊担脚架。上救护车了后，嘛互伊安尼倒气，防止气管塌的。是分泌了一些口水，那怕小朋友说会被这些口水再呛到，所以我们有帮他做，就是把头侧向一边的状况。查某婴仔送病院了后，初步研判是一次性的抽着，目前并无生命危险，不过也阁需要观察。消防人员伫第一时间线上指导爸爸妈妈紧急的处置，嘛甲查某婴仔遭遇危害降到上低。